1981年，我从成都市到阿坝州来考试，因为当时父母在州内工作。读了3年中专过后，分配到黑水农业局上班，至今已经34年了。我在黑水安了家，娶了妻，生了子，把根深深地扎在了黑水。黑水已经成为我第2个故乡。在我在农业上工作期间，曾经有个梦想，要改变我这个第2个故乡的面貌，要让黑水的群众在农业产业上能够致富。一般情况下就是不到6点钟哈，就已经到地头该看的都看了，那么到6点钟都要开始做事情了。因为今天下雨不？这个天下了雨，这个野猪晓得又进来没得啊？这些野鸡都也开始产蛋了，要孵化了，这个季节。你看嘛，这个看嘛，这就野猪来了，攻过来了。我就要找几个石头，把它炸呀，弄一下。你看嘛，这个地方野猪攻过来了，攻过来，然后就这里石头把人搞。就把它弄一下，我基本上就这样子过后，看一下情况就好，安排一下工作不？今天地头急需要做的哪些就要做啊。那个蔬果要给几个老百姓要培训一下，他们今天主要来跟我就是那个五甲皮地要除草，就在地膜里头的那个就只有人工扯，就在五甲皮啊，挨到五甲皮的。就他们老百姓就要来帮我做，请他们来做。然后在他们做这个的同时，比如说像这种，它现在离生期的离生枝，像这种水苔的话，它就把养分大量的消耗了。那么像这种的话，就要把它疏掉。不疏的话，它就这个消耗养分的话，因为它毕竟是离生枝。离生枝生长速度也非常快，它就把养分基本上把养分全部消耗掉，那么果果就不肯长了。再一个就是它长起来过后，它很浓密，然后就把下面的这些叶片啊，还有就是果实啊，全部都阴了，那么树枝的受光条件就不好了，不好了过后就影响这个果实的生长跟着着色。2014年，我从简阳购回了1万株李子树的橛树，然后从孟县采集了青红翠绿的桧条，把它们拿到了日朵山上进行了种植。如今成活了8760多株，3年多了，它们已经开花结果。黑水县芦花镇日朵村位于县城东南，距县城8公里，海拔向560至3000米，全村辖3个村民小组，6个自然寨，现有农户82户，其中贫困户27户，人口341人，现有耕地1460，是典型的高半山区贫困地区。常年种植的农作物有小麦、蚕豆、马铃薯、荞麦等农作物。你灭错了，过后就划不着了噻，嘎。这个也是把顶上最顶上那个留到，这些小的都不管它，主要是那种特别旺的那种，生长旺的那种。哦，你看像这个也是，你看嘛，这高头有3个，把这样留到就对了。哦，对，有只手你必须把这个丫丫逮到，然后灭。
你才长到劲，哦，嘎。那种小芽芽就不能灭，你江城灭大芽，小的就不能灭。哦，这种大的就灭，这个就还这底下这根也要把它灭掉。哦，你看它很强的哦。哦，对，那个小的就可以不灭它了哦。一般我们原则上就是说，一道是灭不干净的，就是说它长一段时间，如果发现有些又长起来了的，我们就还要出一次。这边呢都还没灭撤，就一直继续的啊，走，你这边这只过，你找个里头。不是会不会，这个是必须要学的，你们自己也有素质，只是说你们现在素质小。素质大了，你们也要开始灭。哦，这个也是，你看没？哦，就还有这边有一根，哦，也要把它灭掉。这边哦，这边这根哦，哦也要把它灭掉。哦，哦对，你看它就一下就通风透光了嘛。我早就说他这要记到了不？特别是我们齐高师这儿这片它的这个基地上，他手把手的教我们这儿基本上农户就是打开的这个技术基本上都懂起了。为破解我县高半山农业产业发展瓶颈，探索出一条适合高半山农业发展路径，按照县委县政府“一带一园”6大主导产业和沟约经济发展思路，近年来，我局以开展当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切入点，鼓励农业科技人员创业、建基地、树样板，起示范引领作用。县农业局高级农艺师齐新禄同志在该村流转土地85亩，期限15年，种植青翠梨15亩，红翠梨70亩。他这个主要是前期5年就没得收入。比方说麦子，当年有不管是收入高低，就当年有点收入，老百姓就不敢去闯这个冒险。采用常规种植和矮化密植等种植方式，通过发展林下种菜、以短养长的模式，提高基地整体效益。预计2016年挂果，2018年进入丰产期后，可实现产值100余万元。小麦，比方说我们一年最多这个300斤的这个，除开种子以外算300斤嘛，300斤就是1块5一斤，就450嘛。1年450，5年就5年最多2000块钱嘛。青翠梨1亩地，我们市省食品按标准来算的话，我们大概是种这个48窝到50窝。50窝我们但是前期5年没得收入啊。5年过以后呢，我们用最低的标准来算的话，我们30斤卖5块钱一斤，3文1五，我就150块钱一株，150块钱50株，50就5525，7500，就是1亩地大概就这么一个收入的账。通过我们这个齐高师的这个土地流转以后，他是帮我们这片土地尽量把这个产业结构调整起来。但我们老百姓就这片土地，就边打工，就边学技术。那通过这个学习这个几年以后呢，老百姓就懂得了这个科技意识，就尽量子就逐步就发展水果了。这水果的这个产量比我们的传统作物的这个收入翻几倍。黑水种植李子的主要区域在海拔1400到1600米，这个区域海拔较高，光热资源比较好，日照也比较充分。那么这个区域出来的李子大部分都在10月中旬才能采收。这个季节在我们全国各地已基本上没有红翠梨了，就包括我们州内的有汶川、孟县、氐县3个县的高半山也基本上结束了采收。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基本上就是说是只有我们这个区还有李子卖，所以根本说市场上就没得啥子竞争压力。
相对来说价格也就比较稳定。3年多了，我在日多1000多天，也请了不少人，干了不少事情。但是现在发现，由于果树生长的这个周期性长，投资较大，仅靠我微薄的工资来支付的话，相当困难。所以现在很多事情我能够自己做的，就尽量自己做。一个自己做的东西能够达到自己的要求，再一个就是能够减少很大部分劳务支出。所以我现在基本上1年365天，除了过年1个星期左右吧，其余时间都在山上。14年这日多来了过后，这个日多村日多，它就是因为阳光充足的原因。我原先也经常下乡，但晒太阳也没得问题。14年来了过后，就出了一个问题，突然间我就手感和颈子就开始溃烂，起点点，然后发痒，难受得很。结果也找不到原因，颈子也烂得稀巴烂了。最后没得办法，我们姐打电话喊我出去到成都去检查，结果检查了看了哈，结果才晓得是紫外线过敏。这个紫外线过敏啊，那个医生说了几个原因，一个是在太阳下工作的时间太长，又没采取防护措施；第二个就是由于年龄大了，自身的那个免疫能力开始降低了。他说的是你原先没得事，现在出这个问题。所以说他跟我开了个玩笑，说是你换个工作。我这个工作没法换啊，我这个自己找的事情，除非我自己不干。中午有时候活路堆起了比较紧，然后天气又比较凉快的话，就在中午就在地头树下坐到休息下，就简单的吃点干粮啊那些，就接到住。如果确实遇到那种天气比较热，那个就回板缝去弄点吃的就休息一下。但大多数时间都在地头吃，地头吃了就一般要接到干，我就这么一回。你走，过来就手套不要，手套一下你就划了手就断就报废了。你那边那只是对吧？得行，这边在哪里？这边是。去年子11月份的时候，果个折了，但是那个叶子还没落完噻，没落完的时候，昨晚子就多早，11月6号那天晚上就下上暴雪。下上暴雪过后，因为叶子没落，它个雪全部在叶子上枝条上压到过后，那个重量太重了，树枝就不堪重负，就直接就撕裂了。刀的作用不是得加固，主要就是让伤口处于一种密封状态，就便于它那个伤口愈合。当时就引进了一套我们国内最先进的一套果蔬罐头生产线，那么整个投资下来，连安装到设备购进就投资了300多万。那么当时主要是用于生产那个宣氏玉米罐头。为什么套子最后这个整个生产线在试生产40万听过后就遥遥的停产了？我个人总结觉得是，就是说我们在选这个产业的时候，其实整个产业的这个技术非常成熟，但是就是公司加农户这个基地不成熟，就是说产业的链条最关键的一个链条
就是它的基础就是原料不成熟。那么它的后续所有的加工销售这坨，在我们国内市场是非常成熟的，但是就是原料不成熟。还是有些打算，就是说等于说是黑水这个产业比较成熟过后，特别是它这个种子的这个产业比较成熟过后，它以后的生成，比如说青豌豆、甜玉米、蚕豆，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加工成罐头的。喂，哦，任清啊，啊，有什么事啊？好好，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好，我来嘛，好。这些鸭子帮拔了，这还把小的不搅，这个就留到，你高头本身不多，对，让它抽抬起来过后自己长好就对了。对。只留1/3以上的那么弄，多了过后养分浪费了。对，白长，好，白拉的，收拾一下。好。然后得行的话，地膜那个窝子啊，把用锄头刨出，铲了过后理个窝子，像我那样的理个窝子，然后地膜搅开过后铺过去遮一下，免得草种窝子都起来。对。有点养分、水分，它草都吃完了，树枝吃不到。对。就盖地膜那个地膜里头，就这要盖地膜，就地膜里头，就打那个乙草胺。这个你不把根跟啥，你种莲花白，你只有种草，嘎。对，好，乙甘草，嘎。乙草胺。乙草胺，好，嘎。好。老百姓特别喜欢那种能够沉得下去。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致富信息，跟着致富技术，让他们能够真正在产业脱贫方面得到实惠的这种农技人员。这个我手机上有个 APP， 这个 APP 是个啥子作用啊？就是四川科技扶贫在线。我这看得到，我查询列示过后，我这个管理里头就在我这个账单里头就看到，我现在已经回复了有1800条。这一户他的李子就得病了，他就发了个图片过来。他问我是，打了药还是不行，生啥子病了他也不晓得。当时我给他回复，你这个是李子索叶病，应该是听见了。饭也没有好，好。对了，我这个每天晚上，每天有个好习惯，就每天我都要做个日记。一个是当天做的工作，第二个我的用功啊那些，我要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记录。所以说在这日多来了过后，包括天气变化，我都要记录。特别像日多这些，它没得气象记录的。那么通过我这几年，我基本上笔记本上都有气象记录，哪几天它爱下雨，哪段时间爱下雨，哪段时间容易干旱，还有一个哪段时间容易打冰雹，这些我们都有记录过后，然后以后在这方面就可以针对性的预防噻。你等一下，头昏了。这个还是不小的，公园儿看那个样子。这个美莲子这个树枝，这个青红翠的它这个特性就是美莲子这个水苔啊，水苔子特别多。
这个水台子撇下来，又没有其他用途，就甩了，很浪费。其实这个水台子是一种非常优质的市草啊。好吃的给我们拿来了，他们饿了，今天一天了。嘿，你又出来了。这个羊圈啊，本身说昨年子就说把它弄起，街上请师傅，请了几个师傅都不肯上来，一个人呢嫌远了，一个活路又少，都不愿意上来。这边羊子又等不得了，没得办法，我就自己走这个电焊机，管他嘛，学嘛，万事开头难。结果还是把它学会了，这个羊圈也焊起了。今天早就再把它加固一下。我这记得是2月27号，你们爱人罗几格西。哦，那天挖树枝哈，我们斩树枝，住了10个小时，对不对？对。嘎。对，现在看那个。你们这的贫困户，这个寨子是曲布拉，小苏荣处，还有南克江。这个主要就是娃娃读书，学费交1万多点点，然后他一个月要1000多点点，1200、1500转。我们还是恼火嘛，我们就只3个那个老丁嘛，他们。喂，小王啊。你这在做啥子呢？我这在休息下，喝点水。我出差去了，要下个星期2回国走。哦。哦。对。哦。下来拿。好，嗯。俺这饭现在这天都吃干馍馍了，哦，我再弄来吃肉那些菜。我昨天把羊子拿回来了。还天天给他们割草。啊。81年初中毕业，我进州考中专。其实当时也没得更多选择，就选择了农业学校。其实学农这个是跟着自然生命打交道。其实也学习的时候也兴趣也比较高，但是工作过后，这个关于学农这个问题，就很多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认为你跟农民打交道没得出息，但是我说的是，我们大家都要吃饭。这个吃饭这个问题是中国的一个头等大事，我觉得我们要有更多的有志青年，要热衷于学农。我觉得我所种下来这8000多株树，在日多扎下了根，我也在日多住了下来。我觉得他们就像我的一个家庭成员一样，我也想成为他们的一员。看着他们茁壮的成长、开花结果，我感觉到很欣慰。我感觉到我好像在我人生中哈，我感觉到我做了一件等于说比较有意义的事。